位請坐。今日教會隆重慶祝耶穌升天嘅大瞻禮。耶穌嘅死亡、復活、升天係同一個奧蹟。耶穌基督被聖父派嚟呢個世界開始救贖工程，而家經過咗死亡復活，翻去天父，完成咗整個救贖工程。我哋剛才聽第一篇讀經係呢個宗徒大事錄嘅第一章，關於耶穌升天。佢講幾多日升天啊？復活之後聽唔到啊？40日係咪？咁但係同一個作者路加喺福音當中第24章，佢話耶穌喺復活嗰日當晚就升天嘅。同一個作者，咦，有兩個唔同嘅時間，究竟點解咁樣呢？耶穌嘅復活標誌住天國嘅開始，但係唔係故事嘅結束。耶穌嘅升天有多唔同嘅圖像，譬如話雲彩啦，喺舊約指天主具體咁臨在喺某一個地方，而路加用呢個圖像嚟表達耶穌基督呢位曾經被拋棄嘅屋角嘅基石，被判罪、被釘死，而敵人希望佢永遠停留喺死亡嘅陰影之下，但係天主嘅直接介入，喺天主嘅德能嘅助佑底下，佢復活咗啦，並被宣稱為主。另外兩個穿白衣嘅人都可以話係一個圖像，同係墳墓裏邊顯現嘅兩個人係完全相同嘅。按照聖經嘅象徵意義，白色代表住天主嘅世界。由於兩個穿白衣嘅人口中所發出嘅説話，就係天主借住佢哋嘅門徒所講嘅話，同對逾越奧蹟嘅解釋。耶穌呢位天主忠信嘅僕人被人釘死，但受到天主嘅光榮。耶穌嘅升天意思就話耶穌復活咗啦，依家受到光榮，進入咗天主嘅光榮當中。通過呢種嘅描述，路加所表達嘅其實係一種神學嘅思想，而唔係一種時間上嘅敘述。喺呢個敘述過程當中，路加敘述咗耶穌好似打開一個帳幕嘅一個人，因為呢個帳幕曾經將人同天主嘅世界分隔開咗。以往人所睇到嘅只係地上所發生嘅事情，包括咗人嘅成功、災難、不義、痛苦、荒唐等等嘅事。但耶穌升天嘅意思就俾人喺矛盾當中係可以睇到希望嘅，喺死亡裏邊能夠睇到復活，喺十字架上能夠睇到天主嘅光榮。咁樣可以幫助我哋能夠明白到點解門徒佢哋係懷住開心喜悅嘅心情向耶穌告別，而唔係懷住傷心嘅離別。舊年我哋座堂成立咗一個新設嘅長者牧民組，希望帶動整個堂區去推動有關長者嘅牧民同埋福傳嘅工作，促使堂區長幼之間嘅情誼。譬如話我哋有10多位嘅青年，包括咗高主教書院嘅學生，教導啲長者點樣使用手機，同埋善用手機去得到教會更多嘅資訊。我哋尊重長者係可以使到社會更加安定同埋更加和諧。喺上個星期六，我哋呢個嘅長者牧民組安排咗一個講座，可以話同所有嘅人都有關係。喺當日有180多人參加。因為最近政府推出一個條例，關於呢個預設醫療指示，我哋請咗一個專業嘅顧問醫生，佢本身都係終身執事一個莫醫生，佢分享，佢提醒參與者有3個需要知道嘅核心，就話預設照顧計劃對未來醫療同埋個人照顧嘅期望同埋價值觀，而預設醫療指示呢項係一個法律嘅文件。由神志清醒嘅成年人，佢哋預先去簽署，指明喺特定嘅情況底下，拒絕接受維持生命嘅治療，同埋唔作心肺復甦術嘅指令。而整個行動當中，莫醫生提醒我哋，作為天主教徒，我哋要考慮生命嘅神聖性。我哋係反對安樂死，但同時都唔主張盲目咁去接受無謂嘅痛苦。尊嚴同埋自主喺疾病嘅末期拒絕或者移除已經成為負擔而且冇效嘅治療，呢個並唔係放棄生命，
而係信心交託俾上主，讓生命自然咁平安結束。呢個講座幫助人喺痛苦當中睇到希望，喺面對死亡嘅時候，亦都睇到復活嘅喜訊，喺十字架上能夠睇到天主嘅光明。今日我哋聆聽嘅係馬竇福音嘅第28章。馬竇並唔係好似路加咁樣描寫耶穌升天嘅情況，佢用唔同嘅圖像嚟表達同樣嘅信息。馬竇同埋路加若望唔同嘅地方係，馬竇描寫耶穌升天並唔係喺耶路撒冷，而係喺加納勒亞。呢個地理位置有佢嘅神學意思嘅。馬竇作者佢願意強調門徒嘅使命必須從耶路撒冷嘅地方開始，而加納勒亞係一個被人忽略或者輕視嘅地方。馬竇想講嘅就係呢啲外邦人其實係福音嘅對象，因為猶太人拒絕咗天主所派遣嘅默西亞，所以失去咗成為享有精神生活中心嘅特權。馬竇想再次表達耶穌嘅福音係為所有嘅人，係為全人類，係為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嘅。另一個圖像係門徒佢哋同復活嘅主相遇係喺山上。山喺聖經當中嘅意思係天主自我啟示嘅地方，山係耶穌工作嘅重要地方。佢派門徒到世界各地去做福傳嘅工作，係耶穌生命中一個具有重有意義嘅決定事件。唔單止咁，只有嗰啲喺山上經驗到同復活嘅基督相遇之後，呢啲人正有能力去肩負福傳嘅使命。實際上，馬竇福音亦都係一本嘅教理講授嘅書。從呢個角度出發，呢個問題更加有意思。馬竇想講嘅就係基督徒團體並未由一班嘅完全完美嘅人所組成嘅。教會當中有善人，亦都有啲作惡嘅人，存在住光明同埋黑暗嘅行為。呢啲首批嘅宗徒面對呢啲情況，佢哋有信德，但係亦都有部分嘅人仍然充滿住疑惑或者唔相信。依家就係決定性嘅時刻，耶穌再次肯定咁話，佢係由天父所派遣，為世界帶嚟救恩嘅喜訊同埋好消息。如今主耶穌將呢個重任使命交到俾自己嘅信仰團體同埋教會成員，同埋賜予俾我哋同樣嘅權柄。因此，教會嘅本質就係被耶穌基督所派遣，係為使世界睇到耶穌基督，因而使世界相信耶穌同埋接受救恩。而人通過洗禮，使到教會產生更多嘅子女，並且喺感恩聖祭當中，使到佢哋能夠得到充滿天主聖三嘅生命，能夠福傳係光明嘅，但係亦都係艱巨嘅。復活嘅基督對初期教會嘅信徒嘅許諾改變咗好多人嘅心態，使到佢哋唔再感到害怕。今日同一個主耶穌對我哋許諾，亦都咁話。佢話睇我同你哋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嘅終結。喺前日落大雨，我都繼續去咗柴灣嘅天主教墳場主持一啲禮儀。面對教友或者親友嘅離世，使到我哋神父反省到，我哋堂區嘅神父其中一個獨職嘅工作，就要協助教友陪生伴死，提醒同埋幫助教友面對人生最後嘅一個階段，要以積極嘅態度同埋信仰嘅心態去面對生命嘅終結。耶穌嘅復活俾我哋肯定，俾我哋希望同埋和平安。係我不要怕，我同你哋天天在一起。相信主嘅人即使死咗，仍要活着。而耶穌嘅升天嘅信息更加肯定我哋教友得救嘅希望，並且得到圓滿嘅生命。今日嘅福音俾我哋兩個嘅好消息。第一，耶穌嘅復活標誌住天國嘅開始。耶穌升天意思係耶穌復活咗，受到光明，進入咗天主嘅光明當中。呢種描述所表達嘅係一種神學嘅思想，係福音嘅喜訊。第二，我哋基督徒團體並唔係由一班完全完美嘅人所組成，我哋當中有啲善人，亦都有啲作惡嘅人，存在住光明同埋黑暗嘅行為。但耶穌肯定話，
佢係由天父所派遣，係為世界帶嚟救恩嘅喜訊。而家佢將呢個重任交到俾教會團體，包括到俾每一個成員。因此，教會嘅本質就係要被主耶穌派遣，為使世人更多人能夠獲得救恩。回應今日嘅讀經，讓我哋肯定、相信同埋接受耶穌基督，佢每日都同我哋一齊。就我哋懷住喜樂嘅心，話俾自己聽，話俾其他人聽，主耶穌基督每日都同你一齊，並且每日都與你同行。就願死而復活、升天嘅主耶穌基督永受讚美。阿利路亞。